喺我努力咗8年之後呢，終於可以做主角，終於喺香港紅啦。然後我終於可以出唱片啦，我啲唱片賣好多張。然後我終於拍電影，嗰陣時我拍嘅電影好多都係好大嘅卡士。我記得當其時啲媒體都好錫我嘅，一次咧都用7個字嚟形容我嘅，就係守得雲開見月明啊！咁我都覺得我 deserve 嘅，但係好可惜，我享受咗呢個掌聲大概3年到，突然間有一部戲、一部劇播出，收視率唔好，就開始唔好啦。我電影突然間票房好差。然後我唱片由好好賣，突然間變得好唔好賣，然後再出精選碟嚟到去救亡，依然唔好賣。我記得我嗰陣時咁啱我唱片合約滿啊，我就同唱片公司講：阿老闆啊，我哋個合約就嚟滿啊，咁我哋係咪睇下點樣續約啦咁？而當其時佢同我講嘅説話咧係阿張衛健，冇問題嘅。你可以話到俾我聽，乜嘢人會嚟買你嘅碟？咁我咪同你續約咯。佢有一啲好似好不耐煩，連我同佢提續約都覺得不耐煩嘅態度。我已經知道佢係100%係唔會同我續約。我覺得好彷徨，好唔知點算。而我身邊有冇人鼓勵我呢？冇嘅。喺呢個時候可以同大家講下愛情啦，係嘛？即係雖然我係演嗰啲韋小寶啊，嗰啲涼風有信嗰啲啊，但係其實咧喺私底下嘅我咧，喺愛情方面嚟講咧，好多時候咧都係扮演住被分手嘅角色嘅。係啊，真係你唔信啊！即係靚仔如我，只能夠講佢哋唔識貨。講笑啫。譬如我試過拍一個戲，跌斷咗隻手，要入醫院做一個全身麻醉嘅手術。做完手術之後出嚟醒返，嗰陣時我一位嘅圈外嘅女朋友同我講，第一句説話就同我講：不如我哋分手。勁啊，係嘛？哇！你都好嘢，我一醒你同我講分手。咁你都俾個原因我啊？佢話：阿 Dicky， 即係我唔想呢。譬如如果同你再拍拖落去，定係嫁咗俾你呢，我唔想嫁咗俾個老公呢。第日我去買個 LV 呢，係要諗半年㗎咯。我係，即係都係啊，都係嘅。咁聽落去好似係一個好勁嘅理由啊嘛。但諗下，我都唔知呢個係什麼原因嘅原因嚟嘅。亦都試過有另外一個位女朋友同我講分手，佢亦都係差唔多嘅嘢啦。佢話：即係我唔係要嫁一個好有錢嘅老公，但係你而家連你自己都未養得起，連你屋企都未養得起。如果我同你結婚，你點樣養我哋嘅家庭呢？咁所以喺我涉低谷嘅時候呢，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我係身邊完全係冇一個異性朋友伴侶去支持我嘅。我由好紅喺香港紅咗，好多唱片賣好多隻，到唱片公司唔同我續約，到電影好多電影拍到突然間乜嘢都冇晒嘅時候，我用咗整整1年嘅時間，我一日工作都冇，用1年嘅時間我去諗如何鹹魚翻生。呢一個課題我諗咗1年，每一日都諗，日夜都諗。答案就係你冇得翻生㗎啦，張生。你霉又霉過，紅又紅過，而家又跌咗落谷底。對於歌迷嚟講，你不再新鮮；對於觀眾嚟講，你不再新鮮；對於導演、編劇、監製或者係投資人嚟講，你都不再新鮮。你如何鹹魚翻生呢？當其時我得出嘅結論係咁樣啊嚇！正喺我差唔多要絕望嘅時候呢，我收到一個電話。由台灣打嚟嘅一間台灣好細嘅唱片公司，想叫我過去同佢哋傾下，
可唔可以簽俾佢哋出唱片？哇！當其時對我嚟講係一個天大嘅一個機會嚟㗎。咁我心諗，如果我同人哋傾，我想人哋俾好啲嘅條件俾我，我梗係要表現下我巨星嘅風範㗎嘛。咁點樣巨星嘅風範呢？首先就係我成副身家得幾千蚊、1萬蚊都唔夠嗰陣時啊，我就用咗大概1/3嘅成副身家1/3，我去租咗台北嘅一間好貴嘅酒店，仲要套房，打算喺嗰度傾嘅。咁而我心諗，巨星通常落機，你幾時會見到個巨星落飛機係搭的士嘅？冇㗎嘛，係嘛？咁我梗係要有架車啦。於是乎，我就打電話俾嗰間酒店，喂，你哋有冇車可以租俾我嚟接我機啊？佢話有，我哋淨係得 Benz 嘅啫。喂，Benz 仲好啊，幾多錢啊？佢話3500蚊啊。哇，3500蚊，台幣定港幣啊？即係台幣之後折合港幣嘅3000幾蚊啦嚇。哇！咁我心諗冇辦法啦，呢啲係投資嚟嘅，我都要租啦嚇呢架 Benz。殊不知呢，我臨出發喺機場嘅時候呢，我收到唱片公司嗰邊啲人打電話嚟，台灣嗰邊打電話嚟，阿威珍啊，今天呢，我們老闆呢沒空來接你飛機啊，那所以呢但是我們的工作人員呢又出去搞活動，沒有人來接你飛機了，你自己來吧。哇！我心諗冇人嚟接我飛機，我早知係搭的士啦。我呢架 Benz 我租嚟俾鬼睇咩而家？咁然後去到台北之後，老闆打咗俾我話想約我出去食晚飯傾，我心諗唔好啦，我已經嘥咗架 Benz 啦，你點都要嚟睇下我間套房先得㗎。於是乎我約咗佢夜晚9點鐘嚟我個套房度傾唱片合約。喺8點鐘嘅時候，我叫咗5杯咖啡。我一個人，我叫咗5杯咖啡，然後將啲糖搣開晒佢，咁啊搞，咁啊搞到張台污糟邋遢咁啊，等到9點鐘嘅時候，叮當，跟住佢哋一干人等一入嚟一見到，咦，有客人嚟過咩？我話哦唔係，啱啱環球唱片同埋 EMI 嚟同我傾過啫嘛。當其時，我睇到佢嘅眼神，阿老闆嘅眼神就係執輸行頭啊，慘過敗家。快啲簽呢隻嘢，快啲簽。於是乎呢，我提出任何嘅條件，佢哋都馬上應承咗我啦嚇。即係事後我諗啊，我唔知咁樣我算唔算犯罪啊？即係如果咁樣算係犯罪，即係話即係天主創造萬物喺海洋世界裏面都有做咗一種魚㗎嘛，嗰種魚咧扮到自己好似一隻石頭咁樣啊嘛，咁有隻蝦經過咧，佢就咁樣吞咗佢落肚，咁唔通隻蝦就走去同天主投訴，喂，佢扮咗石頭咁嚟壓咗我啊咁啊？咁應該唔會啩？我覺得應該天主會明白，我當其時只不過係喺一啲絕望嘅環境當中，我尋找啲生存嘅罅隙啫。咁當然啦，我亦都係冇讓唱片公司失望嘅。我帶住極大嘅 passion， 因為我由沒有喺香港，我由沒有到擁有好多 fans。擁有好多機會，到突然間冇晒機會，鹹魚翻生，如何鹹魚翻生 ？I don't know。到我再有機會嘅時候，我嘅 passion 就比之前更加犀利。我好珍惜，我可以再一次拿住一份新嘅歌詞，呢一隻歌將會係成為我嘅國語歌。我好珍惜我再有機會喺鏡頭面前做訪問。所以我整個人係充滿住強勁嘅 passion 同埋信心，而嗰個信心係大到點樣呢？大到我記得當其時我做緊個新碟嘅時候，我帶住個 headphone 喺台北度一路行街一路聽我新歌嘅時候，我記得喺一個好大嘅十字路口等紅綠燈嘅時候，我同我自己講：張衛健，你好好咁享受下，好自由咁樣喺忠孝東路
行街嘅感覺啦。因為3個月之後呢隻唱片出咗街，你將會喺台灣好紅，然後你再冇機會一個人喺忠孝東路行街㗎啦。即係如果呢一番説話我同任何人講啊，任何人都會覺得出咗先講啦。但係我就係有呢一股莫名嘅信心，我就係有呢一股嘅 passion。當然，第一隻國語嘅唱片出咗街，馬上就 OK 咗，好賣得，然後好紅喺台灣。當其時仲攞咗台灣嘅10大偶像添。咁而10大偶像嗰陣時咧，就係4大天王嘅時候嚟嘅。咁你諗下，劉德華、黎明、郭富城、張學友都已經佔咗4個位啦，係嘛？咁我係第6、第7名嘅。咁你話啦，係咪都有咁做翻咁上下料到啊？係咪咧？喺台灣 OK 咗之後呢 TVB 就打電話俾我話：喂，你仲有一部戲嘅合約，不如翻嚟拍埋佢先啦。咁我於是乎我就翻嚟拍呢部戲，拍完之後出咗街，然後喺香港掂翻。呢部戲嘅名叫《西遊記》，裡面嘅對白就係喲大妖精啫嘛，使咪驚嗰個啊？咁於是乎，跟住落嚟，我整個局面就可以講話係全面性地由谷底反彈翻上去另外一個嘅高峰，而呢個高峰係比我之前喺香港嚟過任何一個嘅高峰更加高嘅。天主創造一切，安排一切就係咁奇妙。回想翻我去台灣之前喺香港回氹隊嗰1年時間，我喺度考慮緊、諗緊自己如何翻生鹹魚翻生嗰1年時間，我俾我自己嘅答案係乜嘢？我俾我自己嘅答案係冇嘅，你冇機會鹹魚翻生㗎啦。我彷彿已經係一個判官咁判咗自己死刑嘅，但係原來唔係啊！原來我可以唔單止翻生，我再嚟嘅高峰係比之前更加高嘅。咁隨住我冇續約 TVB。《西遊記》出完街，我冇做咗 TVB， 我就去咗北京簽咗一間台灣嘅公司喺北京度拍戲，然後收咗一個片酬，然後啲片酬呢，就係嚟置業買咗樓。可能買樓對於各位同學嚟講呢，係仲稍為有啲遙遠啦，但係喺呢件事上面，我想大家係留意我呢件事上面嘅處理方法係如何嘅嚇。買咗一層樓。然後我就去北京拍戲，而當其時呢，就係正值咧香港嘅樓市呢高峰期嚟嘅。我記得我喺北京拍戲嘅時候呢，差唔多隔日我就可以聽到有人打電話俾我啦，話喂，你層樓呢又升咗幾多幾多啦。跟住呢，隔2日呢又話喂，你層樓呢又升咗幾多幾多啦。我當其時覺得我都唔知我拍戲嚟做乜，因為似乎好似層樓賺嘅仲多過我拍戲喎。而可能好多圈內人或者圈外人、普通觀眾 fans 都知道啦嚇。喺我嘅作品當中，喺我戲劇作品當中咧，我嘅 input 或者係我寫嘅我自己寫嘅劇本咧，係佔住好大嘅篇幅嘅。而當其時喺香港層樓升得咁犀利嘅時候，我喺北京拍戲嘅時候，我已經係抱住一個半退休嘅心態，然後。我記得有導演埋嚟同我講：喂，阿 Dicky 啊，呢一場戲好似唔係咁好笑喎，有咩辦法可以令佢幹啲啦、好玩啲啦、度佢啦？然後我俾佢嘅答案係：得啦，唔使啦，唔使度啦，得㗎啦，幾好啊，咁就咁啦。劇本寫乜我咪講乜咪演乜啦，得㗎啦，唔使度㗎啦。因為我覺得房地產仲好賺啊，所以。我覺得得㗎啦，呢啲拍戲呢啲得㗎啦。喺拍戲嗰邊，我冇晒 passion。